Hello， 大家好啊！火炭星海提案分開嘅 Angel， 今日會帶大家嚟到大埔瀝濤山，睇一個實用面積1089尺，間隔實用，有新淨裝修，3房1套加工人套房嘅優質筍盤。以下落嚟會有屋苑嘅詳盡介紹，我哋一齊睇下。濤山位於大埔紅林路1號，毗鄰百老湖互動中心及紅樹林濕地，享有湖河、海參疊水嘅宜人環境，翠綠環抱，清新寧靜。發展商係嘉里建設，入伙年期為2002年嘅1月。單位戶型多元化，實用面積由1025尺起，總數合共有286伙，屬低密度設計。除咗有12座嘅高座分層單位之外，仲有78棟洋房戶。洋房戶型分別有50棟實用面積2000尺起嘅獨立洋房，仲有28棟嘅複式洋房，全部洋房均設獨立車房同埋獨立花園。屋苑有優美嘅園林，項目佔地共80萬平方尺，地段尊貴，氣派十足。至於交通方面，屋苑嘅住戶居民巴士來往大埔墟火車站只需約4分鐘車程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1座，實用面積1089尺。單位附設新淨企理嘅裝修，客廳係長形嘅兩邊廳間隔，客飯廳分明，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，牆身夠闊，方便擺位。而另一邊嘅位置就係飯廳，可擺放4人餐台。廚房保養新淨，廚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，除咗可以放到大雪櫃之外，仲可以擺放洗衣機。洗手間入邊嘅工人房係套房嚟嘅，有獨立嘅洗手間。工人房有窗，空氣流通。穿過走廊第一間嚟到嘅係洗手間，係企缸嚟嘅，保養新淨。第一間睡房間隔方正，可擺放單人床同衣櫃。幾間睡房同客廳一樣，都係望返內園景。第二間睡房同樣擺到單人床同衣櫃。主人套房面積寬敞，除咗可以放到雙人床之外，牆身夠闊。業主亦都喺呢個位置訂做咗一大排嘅衣櫃。呢個位置望到內園嘅泳池景。主人房嘅洗手間保養新淨，係用企缸嘅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想預約睇樓，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